今天来拍一个惠阳牌坊高速路口附近哈，是恒泰家园，有个49平方的小两房毛坯房哈，现在只要22个 W 哈。恒泰家园对面就是这个新楼盘，什么楼盘？东方博悦府哈。这里去深圳。達到理想不太易，即使有信心，鬥志卻抑止。誰人定我去或留？逆我心中的宇宙，只想靠兩手向理想揮手。雲居天幾高深？